好，今日睇呢套叫做《Let's Start Phonics》，咁啊中文叫做趣味學拼讀。咁佢全套咧就有5本嘅，係啦 ，Level 1啦，2、3，係啦5本。咁咧佢封面咧有個 QR code，咁你 scan 翻咧有教你裏邊嘅讀音噶啦。我哋睇少少佢相關內容，睇睇 Level 1先。咁佢全部都彩色噶啦，同埋有啲練習俾你做嘅。咁啊，書後邊都有答案。呢本 Level 3。呢本 Level 5，係今日我哋就係介紹呢本。